镜头我来看纽西兰的奥克兰是全球头一个庆祝新年的大城市。伫咧日本、南韩嘛，拢来举行龙井祈福的仪式。因为香港即间是取消放烟火，改做办演唱会甲灯光秀。 纽西兰上大的城市奥克兰大兴迎接2026年，代表天空塔倒大算，烟火甲海港照甲光光，真做是全球头一座庆祝新年的主要城市。 刷落就是澳洲的悉尼，放烟火进前，专程为绑带海沙堡恐怖攻击默哀1分钟，民众摕手机拍开手电仔，宁静的时刻，希望暴力会当消失去。刷落4万吨的烟火沿7公里咧放，有名的代表港湾大桥甲悉尼歌剧院，伫暗暝当中照甲光亮亮。 日本上野得大是跨年暝龙井108个，代表消除人间108项烦恼，迎接新的一年。伫韩国首尔普信阁东京卡33个，互人认定奥运会当散去，迎接新年的和平欢迎。香港的跨年因为大埔风福湾大火决定取消，英国 Victoria 港的烟火改做是伫中环举办演唱会甲灯光秀。 8座代表建筑外墙变作是大型的倒大算时钟，每时的灯光秀演出3分钟。北京故宫馆万里长城出现万只马咧走的图形，这个跨年活动结合传统经过齐名甲现代灯光秀，参大城市的影乐大奖同步迎新。 杜拜的民众真早就来到世界上悬的建筑哈利法塔的周围享受烟火秀，也搁有杜拜购物中心世界上大的音乐喷泉表演，甲玻璃舞风格灯光秀，而且全城48辆烟火同步咧放。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。